多休假回去上班。我记得迄阵啊，有1年多没有踏进阮办公室内底啦迄刚再去报道的时阵啊，同事们看到我看到我讲秀慧你来上班了怎么差这么多？他们因感觉是讲我较早看病迄种精神完全拢无共款计先差一个人安尼伊讲我即摆嘛较有笑容啊，我记得我较早破病迄阵啊拢足安尼笑的，因为咧疼嘛拢毋捌笑啊，目头拢角角安尼所以阮同事大家拢嘛知影讲我的情形但是我就感谢主，我有法度通准时回去上班这个铁饭碗我顾有调安尼啦感谢主啦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彩色人生。咱人活在这个世间，拢真愿望大大小小呢，拢会当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来过日子，享受天伦之乐，甲迄种幸福家庭。但是呢，往往理想甲实际拢有一段真长的距离啦。咱人生讲起来，咱人实在是真软弱，袂当讲我靠家己来维持一个平安。所以当患难困苦呢，忽然临到着咱的时阵，或者是咱家己、咱厝内面的人，咱会感觉讲会四界啦去找医生，看有讲较好医生会当帮助咱无，所以会去探听医生来医治咱的病。所以伫咱肉体啦，还是心灵得到无平安，有一寡困难的时阵咱除了找医生以外，甚至呢会去努力去追求宗教，追求神明偶像的保佑，甚至呢咱也搁较努力来追求宗教信仰，追求神明偶像来帮助咱。但是有时阵呢，咱爱付出真济的金钱、时间，甚至精神甲肉体痛苦，但是总是也搁找袂到平安。咱人生真实的倚靠的对象也是找袂到啦。平安总是离咱真远搁真远，甚至行到灰心绝望的地步，想要自我来结束家己的生命，来逃放肉体的人生，逃避人生的痛苦。但是安尼敢会当逃避咱一生的痛苦呢？其实也是有一寡困难，也是不应该。所以有当时是一直过着一个暗淡、乌白、灰色的人生啦。讲起来实在是足可怜的。这种人讲起来伫这个社会啦，伫这个人的中间是足济呢。今日喜信来到这个台北市石牌真耶稣教会，要来访问本会一位洪秀慧姊妹，伊要亲嘴来讲出真神耶稣基督咱的救主伫伊身上所施行奇妙的恩典。伊还未信耶稣进前，伊所做的人生实在是极大的病痛、心灵的痛苦，甲撒旦的压制。但是一直到如今呢，伊信了耶稣。伫未信耶稣进前讲起来实在是乌白人生但是伊信耶稣了后像咱这个单元所讲的，真正是彩色的人生。所以即马是充满着生命的光彩等一下伊就要将伊所过这个人生以前的痛苦呢伊要真诚恳、真实在
来见证，互咱亲爱听众朋友了解。首先我就要先来介绍这个红秀慧姊妹红秀慧姊妹先甲大家拍一下招呼者。主持人你好，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这个红姊妹伫咱录音的这个现场顶面呢，还有一位是咱石牌教会真耶稣教会石牌教会刘约翰执事刘执事你好。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已经介绍到这个红姊妹甲这个刘执事互咱亲爱听众朋友已经听到因的声等下咱特别来做伙来分享这个神的恩典我首先要来请教这个秀慧姐妹啦你以前敢是台北人？我较早毋是台北人，我住伫中兴新村。中兴新村政府的所在地。对，所在地。这边九二大地震，敢有厝内面有安那无？有啦，阮家半岛。半岛。社主也不安啦。住伫地震的所在啦迄真正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总是会当平安就算袂歹对。现主是即马住伫这个树林这个石牌这个所在这个秀慧姊妹你目前伫倒位咧上班？我在树林迄个地震事务所。地震事务所。对。即马若当伫这个公家机关为百姓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嘛是一项真好的一个工作啦我要继续过来请问这个秀慧姐妹你以前敢有啥物信仰有无？阮家就是咱台湾人拢有拜祖先其他无啥物较特殊的迄款信仰，无啥物信仰因为我自民国78年我做去上班开始民国80年就开始身体无好嘛身体无好迄阵我就感觉讲咱人的力量足细对无咱看医生拢找无好医生身体嘛无平安心灵嘛无平安所以我才开始咧思考讲安尼咱会当去找神无，所以我才开始讲开始拜就对啦是安尼人若甲我讲倒位较灵我就去倒拜无拢差不多安尼有无拢无去想着有我是讲敢若拜咱的祖先尔其他我拢无想要去拜啥我自民国80年开始就迄款骨刺啦我有生骨刺生骨刺拄我生伫迄个腰脊骨就是定定拢会病痛安尼若举迄阵拢面拢反白拢痛甲定拢爱靠迄落止痛药有当时若讲痛甲足厉害就走去病院注射安尼80年开始为着我这骨刺严重住院大概有住2-3届啦若一住拢30-40天安尼因为医生讲爱住伫病院做迄个复健慢慢较会较好安尼你安尼住病院了后这个病敢有啥物改善？无啥改善呢无改善因为医生有开迄个镇痛的药但是迄毋是根本的啦就是讲听迄阵小滴一下但是时间久迄药嘛改成药量拢愈食愈济安尼愈食愈重对愈食愈重因为当年的迄落骨刺加上我有其他的毛病啦所以讲我阵心情拢真无好感觉讲安那人活得遮痛苦安尼因为我身躯有遮白痛所以我迄个精神上甲迄个心灵上拢受到真大迄个打击安尼啦这中间因为讲身体无好所以咱人的迄个情绪嘛足歹足歹所以我阵开始讲想要找神找倚靠安尼迄阵嘛感觉讲心灵上无平安所以我阵嘛有找足侪迄种诶祷告还是讲当机还是拜拜迄种会算命足侪方法看会当解决我即马目前精神安尼
阵有一个朋友介绍我讲，有一个迄落导弹吼，因足灵诶啦，足灵诶，迄阵啊，我是讲足灵诶，无阮就来试看卖啊吼，我就甲阮先生两个人吼去到迄个所在吼，去到迄所在迄阵啊，因为迄阵啊去诶人袂少吼，迄阵啊阮排到阮迄阵啊吼，阮甲迄个主持人讲啊吼，讲阮诶情况吼，迄主持人讲伊爱问妞问看卖啊吼，伊就替阮问。问了，伊讲真歹势吼，迄妞讲，因为你身躯即个魔鬼吼，足厉害吼，因毋敢得罪安尼啦，吼，我就讲安尼无要安那吼，是讲拜托你甲阮讲看卖啊咧吼，迄个主持人就讲无你爱有诚意，就是讲要有诚意啊吼，我再去甲神吼，请示看有法度甲你帮忙无安尼。伊讲，我讲是要安怎表示阮的心意安尼，吼，就讲无，恁就爱跪安尼啦，吼，阵啊，我是讲，就来到遮吼，若会好跪，哪有啥物要紧吼，我就甲阮先生两个人跪伫迄路诶，吼，巷仔路诶遐吼，两个就跪伫遐，跪差不多嘛袂短时间咯，吼，迄边拢嘛有人吼，行来行去吼，阁有来排队要请示迄落神明诶吼，大家拢看阮跪伫遐呢。后来迄位主持人就讲，伊有请示过啊吼，迄落妞讲愿意讲要甲咱斗相共安尼啦，伊讲咱安尼跪踮遐吼，伊愿意啦，伊答应要替阮帮忙安尼，吼，阮就足欢喜诶啊，就讲跪遐久吼，因嘛答应要甲咱帮忙，嘛足价值诶啊，吼，所以阮就爬起来啊，因迄落主持人就讲安尼吼，无咱来这边坐吼，恁两个请坐吼，伊就摕一张迄落单仔出来啊吼，就开始写，就写足侪字诶吼，写足侪条就对啦。我讲你写迄是爱阮准备啥吼？伊讲对，就讲我就看伊讲爱准备啥物莲花啊，啥物因为时间较久啊吼，我已经无啥记诶，讲伊是叫阮准备啥，是知影讲有莲花，佮有啥物纸钱啊，啥物物件吼，拜拜物件嘛。伊算，我讲安尼，阮算，阮差不多爱偌济钱吼。伊讲算爱26万啦。我甲阮先生想讲，哇，遐遮济钱吼，无翁仔某常想看卖啊吼，看若是阮若要来吼，阮第二天吼会阁来安尼，我阮先生就转去啊，转去了，因为阮是感觉讲，迄20万遐济钱吼，伊是毋是咧骗咱的钱安尼啦？所以我甲阮先生参详了吼，就决定讲无，咱甲放弃安尼。所以咱阁看会当用别的方式吼，看能不能互咱的病较好安尼。所以即届我就拒绝，无阁继续去因遐。恁拢安尼大学生交知识吼，阁敢伫遐跪吼，逐个拢伫遐看，即笑讲即两个实在看到安尼翘啊，即马根本规个路边了看。歹势。阁找啥物其他的无？有啊，有迄种师傅甲我讲伊无看我本人啦，伊是透过朋友知影我的精神吼，伊就知影我生啥物病吼，我的目前的精神安怎吼，因为伊讲的甲我即摆精神足共的啊，所以我足相信伊的啊吼。伊有甲我讲我身躯吼歹10条人命安尼啦，吼，所以讲这10条人命吼，互我变做今仔日吼，身体甲心灵上吼，变遮忧伤吼，身体遮歹安尼，所以讲有法度替我解决。我记得讲，迄阵我有去因迄落去因单去拜拜，互因做迄落法事嘛吼，做甲2届款，嘛有来阮厝诶吼，做过1届，但是讲真诶吼，做了吼，毋知是毋是心理上诶迄落感觉吼，真正有好一站吼，但是无偌久吼，
迄种无爽快，是讲迄种心灵上的迄种吼，迄种忧郁吼，过来啊，伊过来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是嘛无啥好咧，所以我感觉是安尼，冇找迄种算命的。讲真诶吼，我食到遮济岁啊，毋捌去想讲要去算命，因为就是讲，这人吼已经咱诶命运吼，家己无法度通好掌握，吼，所以讲我想要找这种算命诶吼，看伊会当甲我讲我将来路爱安怎行吼，还是讲有法度讲解决我目前诶困难安尼，吼，可能讲你会感觉讲，去算命馆其实也无啥啦，吼，但是我一直感觉讲我无啥要相信迄种诶算命迄种，所以讲今仔日我会去个算命馆去算命，嘛是感觉讲人吼真正行到这个地步吼，什么方法吼，咱都想要去尝试安尼，反正会好就好，主要会好吼，所以我有伫迄个算命啦，看伊当甲我讲我有啥物方法安尼，指点一下，对，结果迄个算命有甲我讲我目前迄个情况吼。伊讲是经济安怎，所以咱即马吼，即马情况是安尼吼，但是伊甲我讲解决的问题吼，但是迄阵我可能无甲接受啦，但是伊甲我讲，你若讲你不起的问题吼，我会当摕一帖药仔互你安尼吼，我迄阵仔想讲好啊吼，一帖药仔无咱试看卖啊，伊就摕一张药单互我，我阁会记得讲迄张药单我有去摕。拢总食差不多50帖，我嘛就有耐心的呢。但是50帖食了，感觉嘛无讲改善。所以我后来迄帖药我嘛无搁食。后来我去找有一种医法啦，有一种人讲迄种，我嘛是讲试看卖啊吼。去迄阵仔医生，伊的疗法比较特殊啦吼。伊是用一支迄落棍啊吼，拍咱的身躯吼。拍了，再个用迄个汤匙安尼敲，对吧？吼，因的讲法是讲，即种会当互咱身躯的迄种歹物啊，吼，离开吼，再就是讲，会当拍通咱的血路安尼，互身体吼慢慢啊恢复起来。我嘛去几啊届呢，我记得去一届500块的款，吼，去互拍咧，搁爱互钱，即摆想想我做毋到。讨回听出来，搁纳钱。搁互伊拍搁钱互伊，有够戆诶，拍到淫秽安尼。对，拍到身躯拢伤。所以伫迄个拜神诶中间吼，找求神诶顶面，甲一寡医疗诶方式吼，甚至找医生吼，受气姊妹，你个感觉讲有啥物帮助无？总之是对我来讲，我精神来讲，感觉无啥帮助。因为我无找着讲真正诶神啦，迄阵仔是讲人拢听人讲倒有神，咱就哭啊拜安尼吼，咱拜其实咱拜迄位是真正神，还是魔鬼，咱家己拢毋知影。有当时啊，你就愈拜愈无平安。所以亲爱听众朋友吼，咱会当知影讲，其实有当时啊，伫咧破病中间吼，咱去找迄个神明偶像当机吼，甚至一寡法师吼。伊拢会甲咱讲，你是这个前世啦，甚至轮回伫迄个中间呢，你捌杀过生啦吼，所以有骗偌济人这个性命吼，其实这种代志吼，照圣经内面讲吼，是无这种的代志吼。咱人是神所创造吼，咱人活来到这个世间上吼，咱的生死祸福性命拢在乎神吼。咱人是盖棺论定，无就讲咱伫这个世间上吼，咱离开了后会个轮回吼，还是讲过来共讨命，种种代志吼，其实这实在是魔鬼做工的一个作为吼，就是魔鬼吼。咱之前捌介绍过，讲这个魔鬼就是犯罪天使吼，伊拢安尼互人惊吓，伫这个生活中间互人安尼得袂着平安。所以咱拄仔听着这个洪秀仪姊妹吼，伊见证中间，咱就当知影讲。人伫破病中间吼，若拄着一寡病痛袂当得到医治的时阵，拢是会感觉讲要赶紧的，甚至呢，若有通医就去，不管讲是正确无正确，但是开真侪钱，行这个冤枉路吼。
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彩色人生吼。咱也要去继续来访问真耶稣教会、石牌教会四位姊妹吼伊的见证吼。这个四位姊妹吼，你伫这个除了这个病痛以外吼，你敢还佫有啥物伫灵界顶面吼，即种的感觉安尼？你我破病迄阵吼，我定定有甲阮先生讲，老公啊，我感觉我身躯介像有物件安尼吼。我先生讲你哪会拢有即种想法安尼吼？我讲我定感觉讲有物件伫我身躯，今仔日伊转来吼，我就感觉今仔日那人足无精彩，拢足心情足歹吼，人会艰苦吼，也是感觉讲迄种想要哭吼，也是讲想袂开，想要去自杀迄种想法吼，拢会出现吼。若今仔日讲，这个魔鬼伊今仔出门啊吼，伊出去啊，离开你的身躯，有我的身躯边吼，足奇怪，我嘛感觉讲，我今仔人较轻松，人嘛较正常吼，迄款无好的念头吼，嘛会离开，所以我会感觉讲有魔鬼伫我的身躯吼。后来吼，你先会来找到这个真耶稣教会。我记得有一天，阮先生讲要招我去转去南部啦，我就甲阮老公要去南部吼。去南部，我记得讲车要上迄个高速公路迄阵啊吼。要去你高速公路。对，我拄好看到讲有一个看板啦，个看板写讲真耶稣教会吼。我迄阵啊心内有咧想，嘛有甲阮先生讲，老公足奇怪吼，迄顶悬那会写讲迄个真耶稣教会吼，哪有加一个真理吼？人讲耶稣就耶稣，哪有加迄个真吼？感觉足奇怪。我甲阮先生安尼咧讲吼，但是因为阮毋知影这答案啦吼，所以只是讲安尼小可甲问一下，阮先生嘛，当然伊嘛毋知影吼。安尼阮就转去南部吼，转去南部因为是家庭的迄落聚会嘛，对，阮去餐厅食饭，但是人佫艰苦，去到餐厅后人佫转来吼。药我食了吼，我伫眠床倒吼，倒了无偌久，有一通电话来吼，是阮迄个亲嘛吼，亲敲电话甲我讲，伊知影我咧艰苦，讲看较晚吼，招我去因兜啦，招我去因兜，我就问阮先生讲，亲要招咱去因兜，我讲要请迄个信耶稣的吼朋友甲咱祈祷安尼，咱敢通好去吼。阮先生人真好啊，吼！伊讲，你若想要去吼，你就去安尼，吼！阮就甲阮先生两个就同齐去阮亲因兜，去到遐有嘉义教会姊妹吼，甲上帝吼，伊拢替我祈祷安尼。我即马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讲第一届看到因迄阵啊吼，就人就哪讲哪哭啊吼，阮先生嘛有伫边啊嘛吼。伊嘛是看甲真艰苦啊！我咧有一个可是传道的款吼，伊就摕迄个圣经摕出来吼，伊就翻一节圣经互我读，读一节圣经互我听吼。这圣经是在咱马可福音吼第5章25节吼，我即马拢印象足深的吼。这节圣经伊是咧讲有一位查某人吼，伊生了一种病吼。12年血流血漏吼，伊血拢直直流无停嘛吼，伊开所有的财产拢开了啊，伊个精神介先甲我小可有共咧，我就想讲，医生的受伤吼，受足济苦的吼，毋管受啥物苦啦吼，只要讲咱身体会好吼，心灵上会当得到平安吼。啥物拢嘛去试，对无？我看到这段圣经，你就想着讲，我就是甲伊共就要共款安尼。感触就深了。看到伊讲，竟然他摸了耶稣的衣角，哈，就讲摸着耶稣的衫旗，系衫旗，伊回迄个弯头就打去，对无？哈，看着真感动了。嘿，我是讲，这在圣经互我最大的震撼哈。迄阵啊，咱就单纯的心讲，有真正有感受到有感动啊，哈。阮迄阵啊，我都这台圣经我读了吼，有记伫我的心内吼。我嘛有对因祈祷，祈祷了嘛足奇妙吼，迄种感觉是很温馨啊咧吼。
就怕解水啦。想讲，迄落阮前面就讲，请迄落兄弟姐妹为我代祷安尼吼，嘛留一张迄落咱台北迄落台东教会吼，一位姊妹迄落名甲电话吼，讲我若去到台北吼，希望我会当甲伊联络进一步吼，了解咱这个神吼，真正会当救咱，互咱得到平安安尼吼。伊佫甲我讲一句话，讲找到神，佫有圣灵是最重要。迄阵是讲真诶，我知影圣灵，但是我毋知影讲圣灵是啥物物件吼。伊精神是安怎吼？敢知影讲圣灵最重要。我即句话我有放在心肝内。伊讲即句话你有甲听？我有甲听入去。但是神诶力量是毋是真正遮大？我迄阵佫有疑问，伫我诶心肝内吼。因为我没有真正去体验到，真正有神，我感觉，因为我拜遮侪神吼，主持人你嘛知吼，遮侪神什么神我嘛有拜，什么课咱嘛有去食过啊，对无？若真正有神，我想讲，今仔日我嘛袂讲拄着这样大代志，对嘛袂讲咧，会袂当解决，种遮无平安吼，我想法是安尼，等下台北了后，伊迄张单互我有留起来啦。我嘛有拍电话吼，这位姊妹有甲伊小讲一讲话安尼吼。我记得我有去教会，去到教会第一感觉讲，因的祈祷吼，互我呢有一点吓一跳吼。因为教会祈祷有圣灵那种感动吼。声音有较大声嘛吼。咱教会祈祷的声，甲一般迄落教会祈祷声无共款嘛。我真正我毋捌看过吼，我毋捌看，所以我第一摆入去迄阵吼，坐定了毋敢叮当吼，看我那遮奇怪咧，逐个祈祷吼，那拢就有耐心诶吼，拢定定咧等下祈祷吼，以我来讲，我感觉我可能做袂到啦，因为我注意看一位兄弟，伊祈祷吼，足久诶哦，迄种表情吼，甲伊迄种动作吼，我感觉很奇怪。我知影迄阵我小可了解讲，这是咱教会的圣灵安尼。了后我就迄阵无讲继续去咱教会啦。中差不多过几落个月吼，有一摆因为家己情况足歹吼，我是讲，互咱找看卖吼。迄阵有一个动作，我就摕迄落电话簿吼，电话簿摕出来，我是讲无找看卖看咱这附近有啥物教会无吼，我就翻，拄我去翻到咱石牌教会吼，迄阵我就心肝就着一个讲，咱遮嘛有，遮石牌遮嘛有真耶稣教会呢吼，真耶稣教会我都有捌去几届吼，有了他的电话，我就打电话过去嘛，打电话去，因为我迄阵是主要我心内有些疑问吼，我甲迄个传道讲啊吼，后来我迄阵还袂去，了传道有来咱家访问。访问迄阵伊有知影我的精神安尼吼，情况有小可有了解吼。了伊嘛教会嘛，就希望讲我会当去教会啊。但是我想讲奇怪，迄阵我哪无继续去教会吼。到了85年9月份迄阵拄着咱迄个秋季布道会吼。教会过来邀请安尼吼，邀请我来参加因的报道会安尼。迄阵我嘛无讲想要去啦。我记得讲教会有一个叶妈妈吼，伊有打电话互我，讲希望我去参加因的报道会，但是我甲伊讲要来接我，我记得伊讲要来接我吼。我讲我无一定要去吼。你莫来接我啦。我讲我知影位哦，我甲讲我知影，我讲我家己会去。其实我讲真诶，我是无想要去啦，伊就遐诚恳的甲咱邀请对无？我嘛不忍心甲伊拒绝吼。我讲我若要去，我家己会去，你无必要来甲我接安尼吼。因为诚拄好咧，迄暝我甲阮老公冤家冤家吼，冤家了，所以我走出去嘛，我走去身躯嘛无早钱诶款吼。因为我本身迄阵精神状况就歹吼。那个是刚开始，我开始我家己毋知影家己有忧郁症吼。看医生之后，医生甲我讲我有患有忧郁症吼。迄阵我开始有食药有用药物控制吼，控制我这个情绪，情绪吼，莫互伊讲迄落想袂开吼，想要去自杀安尼吼。因为迄暝冤家了，我就走出去走出去讲真正我迄几工吼，发生这个代志迄阵吼，本来就想不开，
伊讲迄暝走出去了嘛，毋知要去倒，啊身躯嘛无炸钱吼，啊我就一个人咧公园遐坐超过60分的款，啊伊阵会想讲，真正人吼无迄种勇气搁活落去安尼啦，啊所以迄阵啊，我真正有想要用别的方法吼结束家己的生命吼，所以我想讲啊，既然吼就想袂开啊，我迄个念头讲，哎呀，再去团导因有来咱兜吼。邀请我去聚会啊，我讲拒绝。我即摆吼无所在通去啊，既然都想要死啊，对无？啊，咱来甲行一转哪有要紧吼？迄阵啊，我的想法是安尼啦。迄阵啊，因为我迄阵啊开刀了，身躯还有穿铁衫嘛吼。啊，体力嘛足歹啊，啊嘛毋知影讲要对倒行去嘛，知影讲差不多倒一个方向啦吼。啊，行，结果。行了毋对路，我有甲问迄个行人吼，伊甲我讲大约什么哪个方向吼，我就对遐行。我身体迄阵就虚弱的嘛。但是我有法度行到教会遐，虽然讲无讲介长啦，但是我迄阵体力无好嘛，身躯无炸钱，心灵阁忧伤，对无？我想讲，嘿啊，我是讲。我想要死，真正人生吼，甲身躯拢无彩色，真正是黑白，对吧？人若是要死吼，实在是啥物办法吼，都拢会去想啦，对，都复杂的吼。后来你就来教会。迄暝我就第一天来咱石牌教会啊，我记得去时阵拄仔咧唱诗歌，应该是拄仔开始。我记得我坐咧头前吼，因有扶我坐伫头前，坐伫头前，足奇怪，迄天传道讲诶吼，我拢就能够吸收诶，伊讲诶，介是拢讲着我内心诶世界，迄种感觉讲，那讲诶道理遮好安尼，我听到安尼，真正是讲足感动诶吼。所以讲报道会几天6天吼，我几乎天天报道诶。第二天我头一天我就去头前祈祷嘛，第二天嘛有嘛，第二天我就感觉我有圣灵的感动吼，有感动，真正有感动，就开始感觉有掠着神的迄种感觉啦吼。第三天。祈祷迄阵啊，因为我甲神讲，你若是真正是神吼，我真正需要帮助，我嘛真正足需要你诶吼。你若神，你就要救我；你若无救我吼，我想我这个人生真正是无迄个勇气搁行落去啊。迄种感觉是安尼啦，所以我就诚心诶吼嘛，就虔诚诶吼，把我内心世界吼，我需要诶吼，我拢甲神讲安尼，足奇妙诶吼。神伊有听我祈祷，我就开始讲，身躯就开始震动起来吼，愈来愈大，伊迄震动诶动作吼，很大。种身躯上吼有一个力量，伊互我规个人吼，安尼滴叮当吼，我真感觉迄个感觉是，咧受圣灵迄阵啊是感觉迄个头壳吼，有一种就热的吼，烧气对。头壳顶安尼放落来安尼吼，那种感觉讲真正有神，真正有神诶吼，那种感觉是说这世界真正有神诶，你真正，你迄刹那讲简直是吼不可思议吼，真正。但是我迄阵啊头脑足清楚诶哦，毋是讲咱安尼有像人迄种幻想啊，或者种当机种，迄个有迄种灵啊咱身躯，咱就人拢毋知影吼。毋是安尼吼，我感觉是讲有受到迄种灵诶迄种感动吼，人规个互迄种灵吼充满安尼吼，规身躯吼，所以我迄个人吼，拢规个人拢跳起来呢，就这样子弹起来哦，真正是人安尼吼，弹起来哦，有这力量甲你提起来，因为就是整个人这样子弹起来哈，就是停下来之后哈，传导他们也吓到说，我反应。怎么加激烈哈？然后我就开始直哭嘛，迄种感觉就是我甲这侪年以来哈，所受的迄种病痛啊，甲心灵的忧伤啊哈，甲无人会当了解啊，真正迄阵啊是，这位真神伊真正了解我，伊知影我受的痛苦吼，这种痛苦我想甲别人讲，别人无当了解嘛吼。
因为讲真诶吼，这信主是真的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啦。哦，你若讲无主的挖口吼，我实在真正无把握讲，我会当今仔日会当坐踮遮吼，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讲我这件代志吼，真正无把握讲我有法度讲会当搁活落来安尼啦吼，我嘛无法度像即马安尼吼，会当讲喺公家机关上班吼，才平安。家庭才幸福，对不？所以说，这信主对我来讲，哈，真正是人生的一个意外的一个很好一个礼物，哈。圣经内面所讲的讲，神使人意外平安，超乎咱所求所想。对，所以讲我信主了，得到圣灵之后，哈，规个人都无共款啊，简直说一夜之间，哈。都变了，完全都变了，我的世界完全都变了哈。所以讲信主了，我有继续去教会慕道，慕道。我是讲吼，先打岔一下吼，这个代志吼，这个就白教会刘约翰这次吼，伊有亲目睭看到吼，是不是讲请这个刘这次吼，你去补充一下，看当时时的情形下啦。我迄当时看伊伫祈祷吼，确实。受圣灵迄个状况，就像伊讲，伊敢若整个人吼，规个人拢跳悬起来吼。因为看伊阵来吼，身体无好势，穿着共款穿 T 衫吼，所以我嘛真担心讲，佫安尼直哭安尼吼，真担心讲，啥物代志，毋知有要紧无安尼吼，所以甲团队讲，甲看卖敢知有要紧无安尼吼，是要互伊小小困者，结果团队甲问伊讲。感谢主真喜乐安尼，安尼了达，这是这个情形嘛，当时祈祷的情形。过来报道会刷迄个安息日，顶多过一礼拜来尔。因为伊迄个下晡主的刷安息日的主的刷，阮有诗班过咧练习，伊就共款坐伫伊原底迄个位，头前排以后位，参加诗班的练习。这个看，这个人都敢若真面色。不过红社会都不是安尼的，这几工前都不是这个样子啊！迄都无共款。我看到真个，看到红社会安那差遮济，所以伊会感觉讲，一夕之间伊感觉无共款。这事实是安尼，一个拜年尔，看到拢无共款。意思讲，增加呢水安尼，那我是讲，那有对一个慕道者过来参加教会慕道，佫。才主动去参加来诗班的练习咧，安尼差足济。含刘这次就迄个感觉讲，敢若像无熟悉的人，较早的这个小慧姐妹都毋是安尼，像一礼拜尔变做一个人，真正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请问这个洪姊妹自从你来到教会参加这个布道会，后来得到圣灵了后布道会拢一礼拜尔嘛你就马上去申请要上班啊因为我迄个上班的时间差不多到期啊啦，应该一年时间嘛，过啊真紧嘛，差不多应该小假等于上班啊。但是我还未来信主以前，会烦恼啊到底会当继续上班？我有法度等于上班无但是新的稳定以后我10月23拄好小假回去上班。我记得迄阵有1年多没有踏进阮办公室内底啦迄刚再去报道的时阵同事们看到我看到我讲秀慧你来上班了怎么差这么多？他们应感觉是讲我较早看病迄种精神完全拢无共款较像差一个人安尼伊讲我即摆嘛较有笑容啊，我记得我较早破病迄阵拢足安尼笑诶，因为咧疼嘛拢毋捌笑啊，目头拢角角安尼所以阮同事逐个拢嘛知影讲我诶情形但是我就感谢主了，我有法度通准时等于上班这个铁饭碗我顾有调安尼啦感谢主啦
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彩色人生哈。咱都已经听足济这个四位姊妹哈，伊亲自的这个见证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袂当讲佮继续甲四位姊妹哈讲佮较济对信仰中间来的一寡体验甲见证哈。所以最后伫节目要来完成进程哈，是毋是请这个四位姊妹哈？你用一句话，甲咱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哈分享一下无？亲爱的空中的朋友哈，大家好。今仔日哈，我所见证的哈，是确确实实发生在我身躯的哈。我伫主遐所领受的迄个喜乐甲平安哈，若毋是主耶稣伊来救我，今仔日我可能无这个机会活伫这个世间哈，嘛无这个机会伫遮哈讲这段见证互听众朋友听，我望讲咱的听众朋友吼，会当甲我共款来到咱的真耶稣教会来查考咱的真理吼，而且会当享受讲咱耶稣吼，伊所赐予咱的喜乐甲平安，这是一位真神，真耶稣教会内底真正有真神，这是确确实实的代志。欢迎讲听众朋友大家来阮教会查考，神伊带予咱的喜乐甲平安。所以真感谢这个四位姊妹甲这个刘执事今日伫百忙中间来接受喜讯的这个采访互咱亲爱听众朋友有机会甲四位姊妹做来分享天顶真神的这恩典咱最后要来向天顶真神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阮所敬拜伫天顶地上灵充满着万有无所不在的真神，阮感谢无落你的性命无煞，伫你有无量的智慧、无限的慈悲甲大能大力，你捌借着你的大能创造宇宙万物，按照着你家己的形象创造阮人类，你赐阮生命，支配阮的命运，决定阮所住的所在，你用恩典甲福分为着阮，看顾保守阮，因为阮是你的后生查某囝。主啊，自从阮的人类始祖犯罪了后，违背你的命令以后，阮世间人活伫这个魔鬼的罪恶权下，阮世间人互魔鬼拢沉迷了心眼，甚至呢，互伊乌白使弄，阮的身心交瘁，接受拖磨，痛苦难当。真侪人今生还未到死期，就想要来急速离开这个世界，行上绝路，别后还佫爱接受你公义的审判，实在是非常可怜。但是主，阮感谢你救赎之恩，为你来到这个世间上，宣扬你救人福音，显明今生甲来世权能，因着爱阮世间人的大疼，你为阮大死定立是价顶，留着你的保护，并且借着死而复活，败坏迄个将死权魔鬼权势。因谦卑信从你的救恩，你就愿意投放阮，愿意为阮拍开一切罪所带来的锁链，互阮一个做过魔鬼奴仆的人，会当以你所赐的圣灵保护洗净恩典，真理的造就，才做你尊贵的后生查某囝。主啊，阮感谢你，透过洪秀慧姊妹亲身的见证，甲刘执事的印证，主你也伫咧垂听。主，阮知影一夜之间，你定心赐予洪姊妹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心灵。你对死亡边缘中间救拔伊，互伊的生命活泼起来。求天父也感动，将厝边隔壁听众朋友的心，互因会当明白你的大听，用心灵来敬拜服侍你。我也通好经历你极大救恩的体验。原来认捌你是这样美好，这样容易，这样轻省。求你继续带领纪念祝福洪秀慧因一家人。最后，愿一切荣耀、尊贵、颂赞、宽饼，拢归主你的性命，一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们。
今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请到这个真耶稣教会石牌教会四位姊妹吼，甲刘执事来咱的节目中间吼，甲咱真爱听众朋友分享到这哪济真神的恩惠，耶稣基督救恩主耶稣奇妙恩典非常感谢四位姊妹吼，希望以后有机会搁再邀请伊来咱的节目中间做来分享神的恩典吼，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平安。